台南市北区宽新荒庙伫现任黄主委的带领之下，平常时着热心公益、捐赠爱心物资，加惠弱势民众。这次有鉴于新冠疫情，防疫物资更是做好防疫的必需物品，特别捐出200个防疫包给区公所，予公所会当妥善运用。22上午伫庙前举办捐赠仪式。这届 COVID-19 真严重，阮庙本庙呢，全台首个关心阮庙，这个管理委员会响应送互咱这个公所，互区长呢看到咱的迄个各地做一个防疫，希望会当早一日呢，这个疫情会当早一日驱散。这个防疫包内面呢，有迄个口罩、酒精干洗手还有那个手巾、湿手巾做一个防疫呢。真感谢吼，伫咱主委带领咱关心无遮所有干部吼，对咱民间吼弱势的迄个民众吼，拢非常的帮助。普通时吼，就关注真侪物资，伫互公所来发放咱遮弱势的民众。今仔日佫特别感谢伊吼，伊看咱这边的新冠疫情。遮尔迄个烧吼，遮尔热所以特别准备着咱200份的防疫包要来捐予公所。那公所特别伫遮嘛，感谢着咱主委，还有咱关心荒庙所有技术人员爱心阮会将这份转送来，互咱的里长，互咱里长做一个充分的运用，互咱的疫情会当早日得到控制。区公所嘛提醒居家检疫、居家隔离的民众，一定要配合政府防疫措施，伫14天期限内，千万唔通擅自离开，违反者将进行裁罚。另外嘛，呼吁市民朋友，若是因为新冠疫情感觉到焦虑、恐慌、失眠，定定做恶梦顶症状，嘛会当拨卡卫生福利部24点钟免费安心专线1905寻求帮助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